呢件事發生喺曼谷嘅班冠岸，大約凌晨3點，一個女人飲完酒返到屋企門口，發現入唔到屋，之後情緒開始失控，拍門、踢門、破壞門口嘅嘢，再爬入屋。入到屋之後，冇人知道發生咩事。有鄰居話曾經聽到屋入邊有2次叫聲，之後就完全靜晒。到凌晨4點左右，警方接報到場。入屋後喺睡房發現一個63歲嘅男人成身血瞓咗喺度，全身有超過10處嘅刀傷，身邊仲有一把大約1尺長嘅刀，而行兇嘅就係佢30歲嘅老婆。警方當場將佢制服，但係佢當時明顯醉酒，神志不清，連基本問題都答唔到。但件事其實唔係突然發生，原來2個人只係一齊咗大約8、9個月，關係一直唔穩定。死者係做 rider 揾錢，但收入幾乎由女方控制，而呢次亦都唔係第一次出事。今年2月，男方已經試過俾佢用刀整傷，之後仲係佢親自去保釋返個女仔出嚟。案發前一晚，死者曾經問朋友借錢買酒，當時情緒已經好差，到最後呢段早已失控嘅關係變成一宗命案。